咁就爭一組未錄，補翻錄翻呢組先。3歲 B 組嘅初二，初二呢係有10個小朋友，咁我就初二啦，10個小朋友3B 10到19，咁之後呢，就係10至到19啦，人名。咁呢度呢，要加多個。OK，咁就random 做一次先，準備3、2、1。OK， 好，咁就最後一組啦，3B 都做埋啦。OK， 咁佢後邊嗰個冇特別嘅，我做一條 form 嘅啫。好，咁就搞掂。